我们这位好歌手，鼓励。我们有一个节目叫阿星童谣的节目，相信大家拢总知。好，那我们的林环环呢，期待主任的转究，他在我们的904这个节目去年是拿到人气组冠军。咱来个听看嘛嘞，我们的林环环带来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，孙淑美的《北部的心声》，邀请各位共同欣赏，谢谢。大家好，北部的心声献给大家。心。
吗？啊，对。好，第一次，家人有没有陪你来？有啊，我老公跟小孩。好，你老公跟小孩，你老公我只有在微信上跟他聊过，是不是？你的网名叫做芋头，然后你老公叫做地瓜，这个实在这个两个名字取得真好，一个地瓜，一个芋头哈，故意取的吗？这样比较好记哈。同学那我跟韩吉是同一家的我们的环环的生意也非常好，古年后面有人气组的第1名所以环环的生意也一直非常好。你以前唱国语的嘛对。后来改唱。后来从去年的国庆节就接触了闽南语。闽南语跟国语有什么不一样？我觉得那个唱闽南语是比国语难啊。闽南语就是我学了闽南歌之后我唱那个国语我就唱不来了。这样子闽南语歌比较有感情跟技巧会比较重。对。是啊，希望我们的环环更加油，好不好？还要加油。但是已经唱得很不错了，当然是继续跟他加油。